个是表示啥？给你欺骗，给你错误的思想。所以，撒旦常常利用人家己想要得到满足，而且给你一个世界，给你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世界给你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你会通满足，利用这款的诡计来攻击人。我无可能变好，我个性未改变，我就是安尼的人。我的婚姻就是安尼，阮厝里就是安尼，阮人生就是不幸，阮爸爸是安尼，我嘛会安尼，安尼我跟你讲，你就惨啊！撒旦就甲你欺骗。伫咱的心中一直祈祷的时阵，遐物件继续伫咱的心中的时阵，我都甲伊拍破的时阵，你就挖苦我，甲主讲主啊，我无法度，请圣神你帮助我。迄个时，咱就得到圣神的帮助。你祈祷袂落去啊！因为伫迄个时阵，撒旦完全将你的心思意念规个占满，你的力量太小啊！但是你若时时准备的时阵，时时警醒，伫迄个要紧的时刻、要紧的事情，挖靠圣神，警醒祈祷圣神的帮助。